昨下晡3点外，家己中部有一个77岁阿伯，伊的厝边住一个50多岁中国籍女性。讲这个中国女性呢，长期以来拢一直咧发出噪音。这个老阿伯就冲去隔壁用拍蜡的枪甲伊弹死，犯案了后随去自首。警方即马是要追查这枪的来源，检方也要验尸。大哥怎么了？ 接到救护通报，赶去民家厝内救援。电话另外一边是正着急，讲因的亲友身躯顶一直流血，已经倒在涂骹，但是送病院急救了后，赶快是宣告过往。手和骹拢封扣起来，凶手就是伊穿蓝色衫的查甫人。伊伫犯案了后投案，报警察讲是家己开枪杀人。范闲表示，因不满长期遭邻居噪音干扰而开枪泄愤，全案朝杀人、枪炮罪等方向。 警方到场来搜证，有封锁线。命案的现场就伫嘉义县的中部乡。警方调查77岁姓余的嫌犯和死者是厝边，讲是不满对方长期一直发出噪音，伫19下晡3点外，直接弄入去隔壁对方因厝，用蜡枪开枪甲杀死。平常时你才无听讲因有啥物纠纷啊，是靠角啥物拢无吗？没有啦。啉酒无咧分讲你很差对啊。死者差不多57岁，是中国籍的查某人。经过验尸了后，检方认定是他杀。按算21下晡解剖厘清死因，但是伊的枪是安怎来的，敢有共犯？警方搁来厘清。但是厝边疑似因为噪音的问题变作杀人的事件，国内是一直出现。 你想要杀两个人啊？去年9月，高雄就捌发生一个大楼骹的厝边，疑似因为噪音的纠纷，涉嫌摕刀啊，甲楼顶住户翁仔某杀死，而且规过程拢互死者的囡仔看到。面对这种状况，到底安怎解决？不管是你长期的不睦，好，或者是说听觉过敏一些相关的现象，那就导致了这个双方的这种不快。这一端还是要回到邻里间有没有纷争调解的这个机制啊。当你这个情绪或这个问题有所出口的时候，他就比较不会这么快跳到暴力的行为。有医师建议讲，双方会当透过大楼的管委会，也是邻里长介入先协调，互情绪有一个出口，莫因为噪音的问题，互厝边伤感情，甚至是造成悲剧，到时后悔嘛袂赴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